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5月30，诗篇68篇19节安尼讲：每一天派咱的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咱的上帝，是应该称颂的。大家来祈祷，为阮担重担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怜悯疼痛的主，你是施恩赐福的源头，你是阮患难中的及时帮站，因为你是拯救阮的上帝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来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。主啊，阮的担真重，阮得要扛袂牢。伫阮进无步、退无路的时，你搁一遍提醒阮，你是逐日担当阮的重担的主，你无看轻阮的艰苦，你也深知阮所担的担，所以阮只有用欢喜的心来向你感谢，也时刻来懊恼称颂你的名。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替阮担当一切的艰苦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帮助咱每一天来懊恼伊，因为伊担当咱的艰苦。